中國係人口大國，特別重視糧食安全，將食物自給自足列為頭等大事。而且未來積極發展農業現代化，引入現代物流、數碼技術、5G 通訊等等，呢啲任務點會少咗大型電商嘅參與呢？唔少電商公司近年已經啟動農村戰略，直接涉足種養殖業，試圖改變當地嘅農業傳統，亦都可以為企業自身發展業務擴展未來嘅貨源。喺福建，阿里巴巴為養雞戶提供咗用嚟追蹤家禽健康狀況嘅智能腳環，可以追蹤雞隻每日行嘅步數，如果低過2萬步就係生病嘅早期徵兆，唔使用大量人手巡邏養殖場揾病雞。喺京東嘅指導下，中國乾旱嘅北部地區嘅水稻種植戶安裝咗智能傳感器嚟獲取實時信息，以便於灌溉。喺雲南嘅科學家正同拼多多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將士多啤梨種植自動化。中國飼養豬嘅數量非常龐大，佔咗全世界一半。中國亦都係世界上最大嘅豬肉供應地同消費國，所以中國嘅養豬業對全球供應確實舉足輕重。不過相關嘅技術同發達國家比較存在一定嘅差距。養豬業正喺度借助高科技，利用 AI 以及物聯網、大數據等技術能力，實現豬場精細化管理同科學自主智能化決策。豬隻數量、體重數據統計、健康情況監測得一清二楚。多間中國科技巨頭已經相繼將人工智能加入養豬業。中國嘅養殖業迎接顛覆性嘅大改革。京東已經推出豬面識別，對豬進行精準嘅飼料控制，仲可以全方位觀測記錄每隻豬嘅體重、生長、健康情況，以及豬舍內嘅溫度、濕度等參數。另外，電信設備生產商華為都加入養豬行列。佢哋 5G 智慧養豬報告提出，數據係現代豬場將由人管轉變為以數據管。養殖業朝向數碼化、智能化同無人化方向發展。數據反映引入咗 AI 系統嘅豬場，豬隻死亡率大大降低。科技產品嘅應用對傳統養豬業係一場顛覆同革新。中國農業農村部門呼籲增加私人投資，發展現代農業技術，將物聯網、5G 同區塊鏈等技術引入數字鄉村。農業種植養殖科學同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共同被列為中國未來5年嘅科技發展重點。